天公最适个人，我嘅天公最适个系人，唔敢放下，因为大下有小人；唔敢离开，因真东方有野爱。唯有神明才是最好嘅选择。我嘅天公最适个系人，唔敢讲开，因为无人会痛惜唔敢称评，因真无人会照顾。请有等眼，才是最好嘅选择。我嘅天公最适个系人，唔敢太难，因为钱唔会天当跌下来；唔敢辛苦，因真财唔会天内钻出来。只有打拼，才是真好嘅选择。